厥斯坦代表访问日本议会，图姆图尔克先生及其随行代表团访问了日本议会。在与重要人士举行的会谈中，东突厥斯坦议会代表团谈到了在东突厥斯坦3500万人民所面临的比纳粹营更糟的恶劣条件下的侵犯人权行为。美国提出东突厥斯坦问题。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，这一天，美国举行了有关东突厥斯坦的一系列活动。东突厥斯坦问题继续成为国际焦点之际，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，要释放在东突厥斯坦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数百万维吾尔人，结束针对宗教自由和限制和其他迫害。声明中强调国际社会的重要作用。前加拿大外交官在中国被捕，在加拿大宣布逮捕中国科技业高管孟晚舟不到1周后，该国前外交官康明凯在中国失踪，中加关系紧张情势加剧。康明凯是国际危机组织的东北亚高级顾问，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副领事。有人称此举意为中国政府报复，似与华为首席财长官孟晚舟被捕有关。他是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而被捕的。美国应该连1美元都不给巴基斯坦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吉·黑利指责巴基斯坦涉嫌窝藏恐怖分子，称美国不应该给伊斯兰堡甚至1美元，直到他们纠正这种情况为止。黑利说，巴基斯坦应该被告知，在我们开始帮助您的军队或开始帮助您打击恐怖主义之前，您必须做这些事情。欧洲的红色背心将采取行动，抗议者声称，在法国开始的黄色背心行动被荷兰的极右翼分子占领，所以开始了红背心运动。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，红夹克将在周日在乌特勒支市举行反政府活动。